家乡话，坚守向明天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恁两个人讨论遐尔久，敢讲恁拢毋免问新人的意见吼？那这有啥物通好问的？你找我做主就好啊，因为新人就是客气。你谁冲下来了？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。你这有去弄着无？无代志，无代志，还好。拄只迄个皮子哦，应该有一点仔颜色啦。空中体要灌篮，哦吼，哈哈，咦！灌篮嘞，我看你灌场甲差不多啦。哎，你也缀咧笑哦？咱是毋是哥们呐？哦，笑得好，笑得好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，恁拍球转来啊？阿妈好。对啊。哎，阿妈，新兰刚已经转来啊，我们找伊讨论毕业旅行的代志。哦，伊是转来啊，也毋过拄则恁碧芬阿姨搁甲招出去办代志。哦。哎，因转来啊，对不？哎。进来。 Hello， 刘克谦，阿哥会认得我未？叶明姿，这久无看啊，想袂到你也是甲以前同款帅。嗯，哎呦，痛啥啦？安娜啦，是鸡皮疙瘩比赛姐哦。姐，想袂到你嘛是甲以前同款，坏。这是我的风格。好啊啦，莫闹啊啦。阿姨，阿姨，从今日开始，明子就是咱家的贵宾啊。这几个月，伊拢要住伫咱家，你爱好好人交代，知影无？住咱家？你是安怎？你不欢迎我？无啊。金兰，我来帮你。要你家无啦，去好好交代明子。去啊，行啦。行，入来坐，内底较凉啦。哎，欧巴桑，我的幸
你伫后壁，你甲我斗摕一个。叶明之，什么欧巴桑？伊是阮阿嬷呢。阿嬷。不要紧。歹势歹势，阿嬷你好。免客气，免歹势啦。妈，伊就是叶院长的千金，明姿小姐啦。哦，明姿小姐哦，你甲阿嬷看我像少年啊，也毋过吼，提醒你，阿嬷是真正无法的哦。紧入来内底坐啊，吼，入来内底坐。哎呦，我现在行了无走目睭药啦。这位阿姨，你要安怎称呼啊？我吴嫂啦，你叫吴嫂就好啊啦。哦，吴嫂，明姿小姐啦。哦，大小姐，来欢迎欢迎，来面接啦。还好啦。哎，金兰，我来帮你。哦。人客气好势，啥物问你什么？请问你要啉什么？明姿啊，要啉啥来讲袂要紧啊。哦，我要啉。明子啊，你是毋是甲较早共款爱喝牛奶哈？哎，那就浪费牛奶啦，啉较侪牛奶也无变较大啦。喂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逐工哦，拢都爱啉一大杯柳丁汁来补充我的维他命 C。可惜哦，我今仔日赶要坐早班飞机，到今嘛我还未啉到呢。啊，你是无听到是柳丁汁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去准备。谢谢。客卿，客卿，你是咧创啥？客卿啊，听讲你得好好很出风头吼，那吼是学生大会代表，还阁是社团的社长啊。还好。妈，人明姿嘛外搞的呢，迄是新闻系的系花，还阁是校花哦。阿姨，你嘛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，人会歹势呢。你无去甲因开讲，你是走入来创啥？我若是讲唔入来哦，会去互客卿甲志健甲迄生死死。你是咧讲啥？哦，还阁有啥物？就是叫我入来啊，好好甲你关心一下啊。你恶心，卖点要自作多情啊！是真是的哦。唔知阿姨咧变啥物梦，啥硬要甲因凑成一对吼。若是阁安尼落去吼，客卿一定急死。那有遐尔夸张？是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客卿真古早就足介意你。淑玲，我甲你讲过足侪遍啦，我甲客卿吼是无可能的，所以我拜托你，莫四个去黑白乱讲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嘛。那安尼，我甲你搭讪讲好无？喏，其实吼，阿姨甲你不对盘是阿姨的代志啊。啊，要娶某是客卿，也毋是阿姨啊。规日吼总讲一句，我嘛袂用对不起阿姨，因为我欠老家的实在是太侪太侪啊。哦，那安尼，假使今仔日阿你牺牲真爱，你嘛愿意哦？真啥物爱啦？拜托诶，我跟客卿也无怎么样。哦，你较有水准的好无？一定爱有怎么样才叫做真爱哦？我顶多感觉没怎么样才有资格叫做真爱。
哎呀，我实在是服了你。好啦好啦，就算讲牺牲真爱，我嘛甘愿，安尼会赢吼。唯心之论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搁还我啦。啊！唯心之论，唯心之论，唯心之论。你就惨呢，讨厌。阿姨，我甲你讲哦，今年我的 GRE 甲托福拢 pass 啊呢。阮爸爸吼，伊欢喜到要死，开始甲朋友谈听，吐一大堆 operation cushion from 来写，写到吼我手也要酸死呢。你讲填啥的啦？歹势啦，阿姨，我英文哦就安尼讲出来 ，application form 就是学校申请表。可谦呐，你看人名字偌积极，你要加油呢。哦。你以为啊？那你看恁后生啦，老是慢半拍，是要安怎列袂着名字？名字啊，你准备要读倒一间学校？哦，我是想要来去 California 的 LA 啦，因过你嘛是知影 LA 的 homeless 足多的呢。足多哦。啊，歹势啦，阿姨，迄个 homeless 就是流浪汉啦。阿姨，你知无？因哦，那是伫街仔落共讨钱呢。恁爸爸咪做烦恼的。是啊，也毋过阮爸爸讲，只会当申请着好学校，啊，其他的吼都要准拄煞啊。结果就请一个 S Pro 啊。伊讲要请一个 S 号呢。叶明之同学，请问你请 S 号是要创啥？拜托诶，是保镖 escort， 毋是 S 号。哦，讲清楚嘛。也毋过叶明之同学，我感觉你上好吼，请一个 teacher 来教你的英文啊。要若无你去国外吼，甲老外一直鸡同鸭讲吼，可能会真惨哦。无着。阿姐，你要啉茶无？哦，啉袂落去啊，去啉可袂去啊。哦，恁阁有啥要啉茶？新兰，你无用煞袂？还阁有代志要甲你讨论。我。啊，毋是要讨论什么国家大事啊？你是要记啥物？今仔日是明知第一天来呢，你嘛陪去夜市啊，安尼踅踅行行的啊。哇，安尼就好诶！我唔知影有外怀念夜市的小吃。也毋过我，你也毋过啥物啦？人明知今日头一天转来，你本来就应该陪伊出去行行的，叙叙旧。啊，阁有恁两个人，恁两个人嘛无代志，甲伊斗阵去啊。这个时间吼，夜市啊长老咧，恁紧出门啦。啊，那我吼，我阁有足侪代志要做，我袂陪你。可谦啊，无你使爸爸的车载你去啊？多谢啦，阿姐。可姐，那你搁咧等下，紧来去。还是你的呢？好。可谦，行啦，紧嘞。哎，淑玲同学，志坚同学，紧嘞。你话啊，你爱找一个时间吼，甲客谦好好啊讲一下啦。我是希望去叶院长因兜提亲，互伊甲明子先订婚。啊，等因毕业了后，马上办结婚，啊，咱送出国，安尼好无？敢有需要这么赶紧呢？当然嘛有啊。到即马有一个人就伫咱兜，安怎赶拢赶袂走。我若无安尼做，到时阵咱的后生是会毁伫伊的手头。我看柯建强今日袂答应啦。伊唔答应嘛爱答应啊！明子因老爸是大医院的院长呢，厝内底干这个千金小姐条件遮尔好，想要讲亲情的人是规卡车呢。才去看卖啦。你莫摕这句话来应付我哦。新兰自高中住伫咱兜，住到即马已经大学啊呢。无代无志的走去公司打工，我愈看愈袂顺眼。才搁看卖，搁看落去哦，就变成咱兜的新妇啊啦。啊你唔讲话是啥物意思？你心内敢有其他的拍算是？少年人的感情就顺其自然就好啊嘛，我看有啥物其他的拍算啦？我若我爱顺其自然啦，我不爱啦。你这个人开遮尔烦哈？我烦，
上无我袂亲像有人安尼假仙假塔，摕家己的后生来满足家己的医生作用，甲补偿的心理。安怎？我敢毋讲毋对是？7年前的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你叫是我会放袂记。迄天是咱上痛苦的一天。我是为着咱还袂出世的囝咧痛苦，你煞为着新郎因老母咧痛苦。这7年来，你逐工安尼戆神戆神，有魂无体，你毋敢甲伊放袂记，所以你是一遍搁一遍安尼来伤害我。我即马有诶，敢若靠前安尼，伊是我的，除了我不准任何人替伊做主。杨立伟。你安尼怎样？我有代志要出去一下。出去，工课还袂做出来，想要出去？衫提了后尾呢？我知影，我转来就去收。袂用诶，衫是天还袂暗就好收安尼。等下你倒转来，放喺当落水上。我会记得哦，衫甲我收入来，一粒一粒甲我煮好势，分好好势。老太太送去老太太房间，头家摕头家的房间，还讲有嫂啊，一工无收嘛无要紧啦。老太太，无你若想讲一定爱收，你替伊收啊。心兰，阿嬷有话要甲你讲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阿妈，心兰，这个火摕去，啊，你去溪仔边遐风足透的，啊，注意，紧去，别通紧转来。啊，阿妈，这兰花，你妈妈上介意的。阿妈，紧去吼。较细腻哦。妈，这是阿妈送你的兰花，真水吼。你免烦恼我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让我家己活得更好。恁来伫遮，恁敢毋是去洗牙齿啊？敢若引起尔？你嘛知影之间，拢会受一寡出其不意的怪招。你想，今仔是啥物日子？我敢有可能放袂记？是苦茶呢。失恋的滋味，对无？哇塞，这糖啊足准呢！你即摆真欢喜吼？你甲名字放鸽子，我看你妈一定气死。啊你呢？我，跟我有啥物关系？我忍耐遐尼久，敢若等着即句话是无？你安尼我手足疼。原来你也有感觉。你甲我放开啦！你莫生气，你互我足着急的。
有时阵，你敢袂使不要那么会隐瞒，那么会掩饰，安尼去影响到一个查甫人的自信，也够自尊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无。你阁唔承认？这几年来，我惊你为难，惊你受伤，所以逐摆你东转西躲的时阵，我拢会放你一马。我一直忍耐，一直等待。今仔日我袂阁放手，因为阮妈妈已经逼我摊牌，所以我嘛都要甲你摊牌。咱两个之间，哪有啥物排好摊的？你没有排好摊，我有排好摊总行了吧？你莫安尼好无？我求你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为什么？给我理由啊！那是因为我无够好，你讨厌我，那我就认了。你明明知影我是有苦衷，所以你就一心干那想要紧毕业，离开这个家自力更生，在你的未来，把我撇得一干二净。我敢有别项选择哟？你用选择我啊？伤痕是属于过去的，跟未来哪有关系？我实在搞不懂，你是安怎要底下纠缠不清，然后把家己顾甲不清不楚。你讲了就简单，我选择你，然后将你骂逼疯，甲恁爸吵翻天，将恁规个厝弄得鸡犬不宁，互阿妈烦恼操心，我敢袂用安尼？假使若无恁兜，我敢袂用有今仔日？无啥敢袂用去日本，受到好的照顾甲栽培？我嘛足想要选择你，也毋过我袂用忘阮爸义啊！那你就使牺牲咱的感情，甲我送回伊的名字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。我嘛足想要选择你的，也毋过我袂晓忘阮爸义啊！那你就牺牲咱的感情，甲我送回伊的名字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你毋是我，所以你无法度了解我对恁厝的迄种复杂的感情。恁妈捌甲我讲过，我伫咧恁兜，敢若会用有两个念头，一个就是赎罪，一个就是报恩。其实，迄嘛是我内心的声音。所以，真实的，我袂用接受你的感情。其实，名字的人嘛真好啊。我嘛有这种感觉啊，因为伊比你较真实。介意就介意，敢勇敢讲出来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迄段心痛的恋情。你知影？我介意你的时间，比你所想的还搁较久。你掠准这世人，会当拄到几个像我这款，但是你，煞无勇气来争取我。拜托的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情
想出来讲啊啦！哇，你真厉害，我是拢讲着安尼，哎呦，讲快啊！冤家，铁地变面。好啊啦，无啊啦。哇，好棒哦，你真厉害！我跟你讲哦，你将所有气球拢甲我射破，原来我要爱迄个上大玩哦。哇！阮对你深深的爱。可谦，你最棒了，替我养下最奖品。你敢知影我上喜欢娃娃？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你甲我去哦，你唔通袂记？我上喜欢这个，也搁有啊，你手的迄个，哇！你是毋是跟我足够水的？可谦，今仔日真正足好耍，我足欢喜的。对啦，咱当时要搁来去夜市啊哈，明仔载好无？明仔载就明仔载。好啊，安尼我就将我的玩具收好好，咱明仔载再来去，拜拜 ，Good night。晚安。新兰，我去找着你哦。无啦，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恁哪会算到遮晚？对啊。你看，可姐今日替我养足多奖品的呢，我感觉伊今日对我特别好。我就知影，今仔日我已非昔日无暇阿蒙，伊今嘛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正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今摆我真正无共款了呢。新兰，你是毋通食醋？我要哪会啦？好啦，那恁大家要搁嫁啊啦！我知影你甲柯谦自细汉就熟悉，嘛一直拢互相真介意。要毋过，你都是不切实际的少男少女情怀。即马大家已经大汉啊，既然讲到甲结婚，都毋是两个人的代志，迄是两个家庭的代志哦。亲像我甲柯谦安尼，外表速配，家世相当，上好的家长搁和你阿妈出位。阮分别拢是厝内面的宝贝独生子、独生女，用考想嘛知影，将来结婚以后啊，上好的家长一定会真全力来帮助阮两个。而且以柯谦的才华，将来伊的前途一定是无可限量。所以，好啊啦。对不起，你讲的遮我拢知影，我嘛拢明白。拜，你明白就好啦。我嘛是一片的好意，无希望你错过了情势，到最后啊，我甲你家己咧伤心。你放心，就算我一无所有，上无我阁有自知之明。我想你应该真忝嘛，较早休困的。我喙焦，要落来啉茶。你是创啥？志坚，是嘞，我迟到啊，我来迟就好啊。唔免啦，我早起足早就来啊啦。这里里外外所有工课哦，我拢已经做完啊啦。多谢你吼，志坚。啥会啦？你是毋是知影我心情无好，所以才会透早专工走来公司，替我将所有工课拢做啊？你咧睡眠啦？我是要拍妹妹看电影，无够钱。对啊，这个月工钱哦，你来分一半给我，袂使耍赖哦。好烂哦你！我俩准你真是很够朋友嘞，原来你是有目的的。这做事头一个人做足忝的呢，不管一半就是一半，好无？是上答应要分你一半的哈。一半。是安怎？就安尼讲掉，一半哦。新兰，阿姐早。早。
头家，我看课间吼真正进步真多啊，无偌久哦就会当出师啊。我看我就要无头路啊。伊莫想过甲学了啦，这袂听了，等下学晓行呢，就想要飞啊。我还有遮侪都要向王工程师学。知影就好啦，继续好好甲完成啦。你先去忙你的啦，课间啊，入来我办公室。是安怎啦？甲新人你无拄好哦？哪有啦？为着伊的名字哦。爸，我即摆无想要讲这啦，好无？好，莫讲这，咱别个今日讲别行的，来，过来。可是，你甲爸爸讲，你即摆目睭看到啥物？乌烟瘴气。迄是你目前的眼界，以后会改变。等你有权有势的时阵，大权在握。你袂记是恁爸的成就敢若安尼尔呢？我从来无安尼想啊。对我来讲，你已经足成功诶。你等你看，房地产已经咧起飞啊！真紧的将来，咱公司发展的速度会紧甲互你抓袂牢。咱爸仔囝将来所有的，是一座王国，一整座王国呢。时间是一个真紧要的物件，伊会当改变真侪代志。以前意气风发的人，到后来有可能一事无成。即马失败失志的人，嘛有可能扶摇直上，一飞冲天啊！你也知影，咱查甫人咧做事业，若是会当呼风唤雨，就会当要啥物有啥物。就算是伫感情上小可无顺利，这点也是算啥物嘛？爸，我知影你伫咧安慰我、开导我，也毋过我跟不上你的眼界。对我来讲，我即摆面对的毋是一小挫折，是我的人生。哎呦！刘立伟，阿姨，明姿，你哪会来？哇，拉这个歌是足大间、足水的呢。有介意无？你若有介意，安尼上好。以后你爱定定来哦。一世人袂当将你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明姿，你哪会来？哇，拉这个歌是足大间、足水的呢。你有介意无？有介意，安尼上好啦。以后你着爱定定来哦。阿姨，对了，新兰，你伫个遮是咧做啥？人客来啊，你是毋是应该去倒一杯茶啊？哦，我随去。我带你楼顶看看的。老板娘好。你好。老板娘好。老板娘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板娘好。你好。老板大家辛苦娘好。啊！阿姨，你来啊！明姿，你哪伫个遮啊？志坚是咧公务部门啦，佮做了袂歹哦。敢若阮客谦吼是学土木的，是真正学以致用啦。听讲吼是愈来愈高啊哦。啊，客谦人呢？哦，伊伫刘叔的办公室。哦。今仔哪有人来？
阿姐你好，客气。啊，我就带明子来看看的啊。哦，对啦，我安尼会叫了啉袂？唔免来，足欢迎。欢迎。真是的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哦。姐姐，想要趁外路啊无？刚第一病临时需要一批新的地板，想要去无？好啊，无问题。我嘛要去。莫叫是地板两三地尔，无啥物哦。一箱啊一箱搬是真正力咯。嗯，无要紧，我唔惊。我知影你唔惊，但是查某囡仔人总是无适合嘛。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嘛应该付出一寡努力的啊。搁再讲，同款是打工，啊是安怎？查某囡仔就爱食苦，查某囡仔就用啉茶看报纸。新来想要打工，你就好去啦。会留我爹啊，一直放心。恁做恁去。明子啊，你听这一定感觉足无聊的吼，敢要看画图？好啊，你知影我上崇拜你画图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行。你唔是讲你要赚外快，安尼行啊？行啦，行。老客，老客，小蛋，安怎？头家叫我送地砖来要放倒。地砖遐？我甲放迄边好无？哦。你创啥？我唔惊，创啥？哎呦，足重呢！我甲你讲，我来啦。为什么？我就甲你讲，我缺钱要拍妹妹啊。我也缺钱呐。足重的啦。缺钱，我看你是缺根筋啦。你若真正介意哦，你就要家己好调啊，俗等的啦。你若真正要放弃哦，你就要较潇洒啊，免咱袂甲咱的，折磨你家己哦。哎呦，你较细腻的啦，足重的啦。好啦，你走啦。哦，你安尼自虐是要谁看啦？莫搁自虐好无？你啥啦？有要紧无？你走啦！你莫搁闹啊啦！是安怎？你这牛脾气袂改哈？你看你，明明脚就受伤啊，佮讲无代志。以后你若受到委屈，莫来折磨家己、虐待家己，会使袂？算我求你啦，拜托。以后莫搁有阮这朋友替你烦恼，替你担心，会用的袂？若想要哭，都哭出来啊！放声哭出来，哭出来都袂停。一世人袂当将你遗
倩，你看，我甲你买足多物件，进来食。我袂晓，你先食。因为哪会使？人是铁，饭是钢嘛。人两支骹做好，今日转去啊，加减食一寡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继续画图，我来饲你食。来，哦。我讲过啊，我袂晓。啊，无咱卖食，你啉果汁。来，啉一嘴。摕走啦！可倩，对不起。我是惊果汁若车倒，哪里倒都毁掉啊！我唔知遐严重，对不起，你莫生气好无？无咱点再食。好。我看你买啥物好料的。那我买足多呢，你看有薯条，还佫有啊，2个大汉堡。哇，毕业旅行足赞呢！阮学校办的时阵啊，我拄好去香港 shopping， 所以无法度参加。你想要去无？无问题啦。客卿是社长，嘛是主办人呢，伊做主就好啊啦。好啊好啊。妈，我唔是采购社，是登山社。对啊，迄哪有啥物问题？我哈上喜欢爬山。明姿同学，你的爬山甲阮的爬山可能无啥共款哦。哎哟，有啥物无共的啦？啊，毋就是行路、爬山啊？完全都不一样哦。你知影阮的爬山是安怎无？阮哦，每一个人都爱几10公斤的登山装备呢。而且困哦爱打地铺，食饭搁爱家己煮，几落工拢袂用洗身躯，你知影无？好啊，你甲讲遐多遐尼复杂哦，伊根本拢听无啦。你即马吼，就敢一只漂亮的孔雀。假使讲你若要带阮去吼，你就会变成一只大象，好啊，所以孔雀、大象、孔雀、大象，你该选择啊 ，OK？ 喂，我甲恁讲哦，你是无法度甲我吓惊。只要有客卿伫的，我啥物货拢唔惊。而且我甲恁讲哦，其实我嘛是真好行路呢。之前我去 shopping 的时阵，逐工透早7点，行到暗时1点，然后我拢袂忝呢。食饭饱，我还会开来去跳 disco 呢。踢死狗！谢谢我咧踢死猫咧。喂，你是咧讲啥？无啦，之前的意思是讲，你的体力遐好，还去行一个。爱你加话啊！水果啦，先来，来，你陪阿嬷食坐一下，吼。你莫点仔无闲来无闲去啦，陪阿嬷坐一下啊。你敢是登山社的副社长？你嘛应甲因参详一寡意见啊。阿妈，我无啥物意见啦，而且这边的毕业旅行我嘛袂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打工啊。虽然伫阿一个公司，阿一个银行请假，也毋过最近我想要兼一个家教，而且你要讲好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这边的毕业旅行我应该无法度去。安尼哦。恁大家莫为着我扫你们的兴嘛。恁继续讲啊，我先去报应啊，阿妈。既然你无想要去，就把你的登山装备借互明姿。啊，真是的啊！客卿，你的意思是讲我会当去是？啊，真好诶！新兰，新兰，你的装备会当借我袂？我就想要去的呢，拜托诶，借我好不好？好啊。
哪有啥物问题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哇，真赞呢！是，咱会使斗阵来去爬山。啊，对啦，爬山是要查啥较好？你甲我讲者，我想看卖吼，我的保养品、化妆品，还佫有化妆水、乳液。啊，对啦，防晒上介重要，一定爱防晒系数较悬的。还佫有，啊对啦，防蚊液啦。进来，阿姨，什么代志？我要来说多谢。这多谢。我毋是咧甲你滚耍笑的。即摆明子来咱老大是为着啥物？你一定比世人搁较清楚。你若是挑故意要变鬼变怪，对你来讲嘛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。也毋过你并无安尼做，你并无对不起我。不管课前来讲过啥，你这几工的表现我足满意。我希望你会当搁继续落去。我知影，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边的毕业旅行，我无打算要去。我爱你去。即摆明子来咱老大是为着啥物？你一定比世人搁较清楚。我知影，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边的毕业旅行，我无打算要去。我爱你去。是安怎呢？因为我发现讲，有你伫的，就会当刺激课间做查甫人的自尊。在你也失去的，你就会当为明子迄边找倒转来。那安尼，无偌久，课间就会爱着明子。就算讲这段感情无踏实，也毋过，只要明子互课间关心甲温暖，课间真紧就会来恁这个大过期放袂记。阿姨，就算我求你好不好？我莫去，敢会用的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闪面闪远远，我袂接近你，你相信我。我坦白甲你讲，其实我已经决定啊，到下个学期，我会提早搬出刘家。咁真是的。真是的。既然安尼，你来斗3工啊，上尾一摆。无论你有偌分外，这摆是你报恩的机会。你唔通袂记阮老家对你，甲对宝山的温情。你若是有良心，你就爱去。我是要安怎？阿妈捌讲过，想要活了真好的人，都爱会晓倾听心灵的鼓声。鼓棒就掌握伫家己的手内底，节奏嘛是家己决定。假使若袂用个拍到沉稳有力，就会迷失伫其他的杂音内底。你是咧创啥？早去爬山。你是对啊毋对？你要将车拢砸去哦？无毋对啊，人我要砸的物件是足多呢。你看，
大小姐，你是想讲你要去倒？咱即摆是要去登山，毋是要去观光呢。你昨遮的物件全部拢无下用啊！喂，是无下用，还是你用袂起啊？你毋通伫咧遐眼红呢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即个人的生活品味是自细汉就安尼，已经是根深蒂固啊。莫讲是上山下海，就算我是南极、北极，我嘛无可能家己我的生活水准。好，凊彩你好无？你若想要安怎就安怎，要毋过你千万莫讲我无甲你提醒过哦。想要害我伫咧客车的面头前出糗，我才袂去互你骗去。我完全听袂到什么鼓声，可是我若是继续安尼勉强我家己，扭曲我家己，我是要安怎会听会到咧？哎，社长来啊！哎，社长。等我一下，讨厌啦！你哪拢袂等人啊？你这讨厌的客钱。我袂记甲大家介绍，这位是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叫做叶明姿，我是对台北来，请大家多多指教哦。By the way， 我的英文名叫做 Tracy。对啦，伊的名叫做找死。我看吼，无啥物通好介绍的，还是煞大去啦。伊若无吼，大概就是找死。好啊，莫闹啊！咱先去山庄休困一下，顺手检查装备，然后等向导来。好。找死，家己来。你先对我来者。安尼我手会疼呢。做法之前，咱甲话讲个清楚。你连要来，连要无来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哪有想要安怎？我看你甲之前还阁输人迄模样，互人感觉你是有目的的。假使你若要出名字的洋相，我拜托你搁忍耐几工好无？登山袂用滚生笑呢，我都要负责大家安全啊！你应该无放袂记，登山最上大的信哦，就是互家己变做别人的包袱。你唔通袂记哦，我嘛是登山社的副社长呢。咱已经登几年的山了，敢讲这个道理我也唔知晓。名字伊家己请安尼，伊讲是我无甲讲，安尼你就相信哦？你问我，这几年我所保持的信心，已经有一个人彻底拍碎啊！你要叫我搁相信啥？你唔信就准算。不一定，你约束因两个就对啊。刘克谦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讲我就准拄算，但是请你莫将熟人甲之间拖下水。心疼哦。我平常甲你讲啊，实在唔知你咧讲啥。我有话要讲。我无想要听啦。袂用的。你这人就奇怪呢，你要为迄个叶明姿，你就去为伊啊。你无代志拿我开什么刀啊？是啥奇怪？是啥拒绝我的感情？还阁讲明姿的查某囡仔袂歹，一边甲我送互伊，一边看了不爽，阁找朋友来找茬。讲实在，我就是要替你开刀，看你到底是安怎。好啊，有代表你来啊！哦，像那家你还偷贼？哇，那家你还浪费啊！讲实在，我就是要替你开刀，看你到底是安怎。好啊，有代表你来啊！嚯，你那家偷贼！哇，你那家你还浪费啊！哼，
这生活变安怎？也毋过你放心啦，虽然我有较摇滚吼，也毋过袂后悔。你放心，这物件管理员拢会替你保管。咁真是嘞。谢谢。哎，你还可细哩哦，我这内面物件都足贵重的呢。没问题。柯间社长，咱的向导哪还袂到？哦，我问过管理员啊，伊讲向导已经到啊，只是人毋知伫倒位。柯间社长，向导来啦。哦 ，OK。大家集合，赶紧的。来，我来甲大家介绍，我姓林，是恁的向导。这位是张君华先生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嘛足介意登山的，真有经验哦。所以我邀请伊到阵来，加一个人来甲恁照顾。嗨，希望大家拢会能耍啊真欢喜。来，我即摆宣布出发。好，休息10分钟。就好了，柯姐，来这了，我根本受不了。哎，冻袂了哈。张大哥，人真正是足忝的啦。你看，我就甲你讲，袂超过10分钟啦。互恁一个赔本的机会，后一摆绝对袂超过3分钟啦。我差100块。我500。 500、600啦，600，我1000。1000，将钱传来好。喂，你真正足残忍的呢！你是安怎一直要讲笑啊？人真正是行到足忝的啊！哦，毋是早就甲你讲过啊？你想要登山，甲阮的无共款，好无？你着毋信，干那要来？你个烦！我挡袂牢啊啦！忝，敢有遐尼忝？这半点钟就搁要休困，阮才互你母仔今日忝死咧。柯姐，你看啦，看什么看啦？家己掠，麻烦家己收拾啦。你讲。其实咱大家拢是好朋友，小少斗阵来爬山的嘛，对不？啊，若明子咧，伊是比较无经验啦，咱大家就小体谅伊一下啊，好不？明子啊。其实爬山吼是有一定的行程啦，万一你若一开始就落后伤多，后壁你就赶骹救军，你知无？所以吼你要相信我哦，落山吼比上山搁较辛苦哦。假使咱若是上班吼，落山的时阵就足凄惨的哦。张大哥，来，我解释好听啦。咱即摆是爬山呢，你还佫有机会化忝哦。较底落山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着两只脚呢，戳到过医身躯，敢若强要落去共款啦。对啊。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就是吹死啦！吹死啦！你莫搁火上加油好无啊？哈。较啉奶啦，大概吼，搁行2点钟，咱就能到营地啊。搁2点钟哦。柯姐。较有精神呢，甲你的朋友小学一下，调整一下你的骹步，甲你的喘气，伊会教你安怎调的啦。你好，我甲教一个吼。来，我们大家出发。柯姐扶我。哦。哎，心疼什么啊？他活该。哎，我替你出气呢。好啊啦，行啦。再过去的路会很陡，大家要小心哦。
休息10分钟。啊，这招很轻哦，可谦，我不行啊，我就忝呢。可谦，这行李就当的，我特别叮当啦，可谦，我受不了啊，我想要回去了。明子啊，我看安尼啦，你背包的物件吼，甲本本的，阮大家替你排好不好？啊？大家说好不好？不好吧？哼，那你我来排好不？弄交我，为了我家己找我的麻烦，我家己负责，我认了好不好？那就按你讲啦，我都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这紧就要出发，袂用的，我就忝的啊。搁加休困一下，敢会用？你看，即摆天气无啥稳定呢，我惊较顶会落雨啊，会延误行程啊，还是较紧行啦。香桃大哥，我看你先出发啦，名字就交给我，不管在偌久的时间，我会负责甲带去营地，好无？我无赞成脱队行为呢。我嘛无赞成啊，要毋过你若无想要不到天黑，伫遐摸黑扎营，恐惊的咱就别无选择啊。免考虑啊，你知影我讲的对，而且这段路嘛无啥物啊，阮一下久就到。无咱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可亲啊，我会点个沿路吼留一寡路标互你，知影无？谢谢。要毋过你千万唔通牵伤久哦。好，我们大家出发。那这里啊。你伫爱阮两个送作对，你欢喜啊？来这边，来。然后来，还好哈，就忝的，我惊袂叮当啊！我惊袂叮当啊啦！就这样这忝，我都不爱来爬山啊！可姐，我要回家！相信我，若是我有法度吼，我更较想要送你回去。我要回家啦！好啊，你莫叫啊，好不？可姐，到底还阁欠偌久？佮啉来一个啦，8月这段吼，咱就用到营地啊啦。可姐，这你管这段路要爬多久？你袂想要知影的啦，行。我不要爬了啦！管你爬下去哦！未到营地，我都会枵死，会忝死啦！你看咱连水都要无啊，我会渴死啦！我不要爬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啦！好啊，你莫闹啊，好不？你闹嘛无法度解决啦。较啉来一个啦，等咱来赶上他们了后，你就水啉还个物件食，好不？你骗我！这段路明明就和你远，哪有可能赶得上他们？哎呦，我可要忝死，我无水倒互你，我可要忝死，我惊袂叮当啊！当初拢是恁啊，讲什么变煞就好耍的，才怪！拢是恁咧骗
你行你家己行，我袂行。嘿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不爱行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敢讲爱我甲你爱？喂，你用过分呢！你还佫讲骂我，当不是为着你，我哪可能来爬山？拢你害啦，拢是你害啦！我不管，我要转去啊！哎，明子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不管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。可姐，可姐，可姐。明子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可姐，可姐，可姐，可姐！可姐，可姐，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快救救可姐了！可姐，可姐！你是安怎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唔对，我看代志敢若问题，因两个办得伤离谱，我看我还是回头转来找因好啊。我嘛咧烦恼这件代志，我嘛要去。我嘛要去。我嘛要去。奇怪，你转去要创啥？你落来顾物件嘛？树林啊，伊讲的嘛有道理，无就拜托向导在营地这边留守吧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要不过恁三个爱较注意的哦。放心吧。小心哦。可谦，可谦，可谦，名字，可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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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名字，名字，哎，可谦呢？姐姐，叫那个，进来，可谦，可谦，伊爬落去啊，进来啦，进来啦。可是你啊，可谦听到了。可谦嘞？可谦，可谦，可谦，伊爬落去啊。讲，你紧讲，啥都爬落去的，你紧甲我讲啊！我唔知啊，讲啊，你讲啊，伊的名字。好啊，好啊啦，先来，你拢惊到安尼，好啊啦。我落来看嘛，可谦的状况。张大哥，我嘛要去，我求你和我斗阵去好不好？我求你。对我来。哎，可是你，倒来，倒来啦。可是你哦。可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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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清醒，可谦。你那个油了。免做，张大哥，张大哥，你跟我讲免做，你救伊啊，你紧救伊啦！
啦，不是安尼啦，因为你来摕咱的后生，可是，我还可是呢！你行啦，我叫你加两下嘛，你该叫妈妈，你叫妈妈。那个是客家人，妈妈，那个我是个客家人啊。今摆甲念好，可以好好离开这个世界。你去死！你老害我这死，是你害死的我。我今日连我的客家嘛叫我害死啊！我的客家叫我害死啊！你来死做咩？你若这么袂见笑话，我来讲过啊！我一世人永远拢袂看到你听无信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。咱两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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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人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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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人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想要再相逢。